要如何快速补充我们的防晒？出门之前呢，你可以用我们的纸巾，不要有棉絮的，稍微按压、按压、按压，轻轻的按压，它就不会有就是粘着啊什么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补上我们的防晒，我们就你要补多一点也可以，补上你的防晒，然后再慢慢的把它。我们都是推开就好了，不用完全把它大概这样划过划过，这样就可以出门了。我是你的肌肤管理师黄代表，黄代表代表月亮照亮大家的心。